好，来继续来看苗栗一个60外岁乡亲到银行要来汇款40万，行员看到这个乡亲哪写字手哪拽，甚至紧张甲流目屎，随着断定讲这是诈骗，马上来报警。这个乡亲讲，伊是接到检察官的电话，讲伊卡到案件驾照封扣押，都爱汇40万才会当来解除。这关键是真有耐心，聊聊我讲好听。这个乡亲总算是来清醒。 钱无去互骗去。这个查某人去银行要改定存，哪写手哪拽，行员感觉有问题。你的字就不是这样子，你一定很紧张，一直抖。这个查某人讲，伊伫出来接到就像是检察官的电话，讲伊的驾照因为案件被扣押，爱汇款40万才会使解除，伊惊甲伊流目屎。他到家里来了。哦，那是诈骗哦。你不要紧张。对，没关系，钱都没有领出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不要怕。经过警方再三考证，这个查某人才讲哦，险险啊丢掉。诈骗集团以积欠行政罚款欲将驾照吊销为由，请老翁至银行解除定存，缴交罚款。 警方提醒乡亲检警未要求民众去银行领钱，也是汇款。若是接到这款的电话，100%是诈骗的，千万唔通着惊，先卡165反诈骗的专线，保护自身财产的安全。证件呐、存部什么。